得唔到嘅嘢唔好一直諗得咁美好，因為只係你了解佢太少。有好多時候咧，得唔到嘅嘢咧，佢成日覺得喂咁樣好完美啊，甚至乎咧我越得唔到咧，我甚至乎咧幻想佢更完美。嗱，呢個係一個心理學嘅現象嚟嘅。簡單一啲，可能你會覺得嗰部嘅音響，哇好靚啊好靚啊咁其實我真係買唔起，哇我真係覺得佢好完美，因為你只係永遠好短時間裏面睇到佢完美嘅地方，或者其他人覺得好完美嘅地方。但係當你去真係了解清楚嘅時候，其實唔一定係你心目中諗得咁完美嘅，縱使可能係貴啲、優質嘅嘢，仍然都有佢唔完美嘅地方。好多時候我哋係睇人又係啦，或者我哋生命裏面睇一件事情嘅時候又係啦，我哋或者自己好想去做成某一樣嘢，我哋花咗自己好多嘅心機咁樣去達成嗰個目標，但係最後達唔成。我哋成日覺得如果達成就係完美啦，有啲人甚至乎覺得我上咗市就係完美啦。但係其實你有幾了解佢上市呢？又或者上市嘅過程係點樣呢？究竟你係知晒全部啊，定係知晒某一個部分呢？其實當你去認真咁樣去了解晒，其實呢個世界仍然有好多不完美嘅部分，因為完美就會帶來不完美嘅一半，不完美嘅又會帶嚟完美嘅一半。這個世界本是陰陽，如果你明白陰陽嘅定理嘅話，咁你就唔會去執着完美同埋一啲你從來想要仲未攞到嘅嘢。好片記得俾朋友